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邱老師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故事書，書名叫做《我是未來數學家》。唔知同學仔曾經有冇諗過，究竟點解我哋要學數學？而數學書入面所學到嘅知識，又同我哋生活有咩關係呢？書入面嘅主角艾莉亞同表姐出發去露營，而喺出發之前，佢哋首先去到露營店買所需嘅用品，例如係起帳篷所用到嘅營釘。究竟營釘點樣先可以緊緊抓住泥土，冇咁容易鬆脱呢？原來呢個過程係同角度有關。然後佢哋再去到超級市場買水果。究竟咩類型嘅水果最適合放入去我哋嘅背囊，而冇咁容易整爛呢？呢個過程亦都係同立體圖形有關。書中仲有好多其他嘅例子，都令到艾莉亞明白數學原來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關，而且仲認識到多位數學家嘅事蹟。希望同學仔可以透過呢本故事書明白到學習數學嘅重要，而且感激多位數學家為我哋作出嘅貢獻。有興趣嘅同學仔記住盡快去到圖書館借閱啦！多謝大家。